今日嚟到日本千葉縣嘅柏市啊，柏雷素爾嘅日立台。柏雷素爾嘅主場3血球場，日立3血球場。Tsukuba City， 柏雷素爾。今場波係聯賽杯嘅4強次回合，第一回合嘅時候咧，喺日本神奈川縣嘅川崎人3-1嘅。今場就嚟到千葉一片黃海嘅柏雷素爾，咁我而家置身喺呢個柏地帶，就睇住佢哋由落後3-1，首回合、次回合半場打成1-1，因為下半場。千葉前鋒強俾人趕出場之後，一連入2球之後追翻3-1，即係總比數4-4。之前已經有場波打成日即打成4-4，呢個2回合2波打成4-4。跟補時階段入多球得4-1，即係總比數5-4領先緊。臨完場階段啦，睇下柏雷素爾可唔可以？有機會晉身決賽，賽杯決賽。今年柏雷素爾狀態大用，聯賽仲有5-6周嘅情況之下，都仲有機會爭決賽冠軍。反而川崎前鋒就冇乜機會啦，就今年咩都冇啊，連聯賽杯都有機會入決賽機會都冇嘅話咧，咁就呢個4強之內，今年就乜柒都冇，乜柒都冇。柏雷素爾諗住猜到完場喎，跟住前鋒反正打少個，橫掂都係輸嘅，谷埋上啦。一片黃海，小朋友都過嚟支持。谷埋上去啦！一齊見證呢個時刻，見證住川崎前鋒點樣被淘汰，柏市點樣絕地反擊啊！細谷真大，記得今場細谷真大，咁4-1入金球又係佢。幾落去，小田加上，鄭成龍都冇計啊！今場邊個前鋒咁嚟啊？睇場咯，佢保持11分鐘差唔多完啦，空中雞定走地雞啊！鄭成龍今場一做正選就瀨嘢。真係爆埋落去，犯規，唞唔到氣啊！緊張啦！柏雷素爾嘅主場，今場波有14000球迷，呢個球場都係放15000球迷到嘅咋。保安條例因為其實呢場波都爆㗎啦，禮拜日時間有場咁嘅戲碼，國際賽期間有場咁嘅戲碼，掂啦！柏雷素爾球場都係日本出名嘅，好有 passion， 非常之有壓迫感，非常之有氣氛嘅一個球場。最後一擊啊！全てをかけて
未吹雞啊？4成6哇！咁樣插翻轉頭啊！最後真係最後一擊啊！唔起咁啊，千條旋風。睇下頭先睇咗啊！空中出唔出雞咧？唔出喎，成條龍上埋去啦！聯賽杯決賽，變成一刻時光，細個。今年佢哋嘅西班牙教頭朗迪古斯真係有得料到啊！哇，你真係好激動啊！佢啲球員一齊。我覺得係20隊 J.D. 教練裏面最有 passion 嘅一個，絕地反擊啊！勁嘅拍嚟上要咁樣反擊啊！剩晒嗰邊超人員工已經飛過，聽到嗰邊。
哇！記得我第一次嚟呢個球場嘅時候係橫風橫雨，1993年啱啱 J 年，93年 有 J 嘅時候，我96年J 第3季嘅時候過嚟，96年嘅時候過嚟睇，嗰陣時仲有加拉加喺度，都係呢個球場，好有感觸啊！再上嚟呢個球場，跟住見證佢哋殺入聯賽杯決賽，到時我都會入場支持你哋啊！隔離需要一片黃海，令人感動。今場完全要歸細谷真大呢個波入，細谷真大仲要係將佢一手搞入決賽，4-1個球場。細谷真大，全隊最有聲味嘅球員，細谷真大。就算今年大部分有打後備，今場都有過交。跳舞啊！哇！你睇，全攞晒黃色膠袋。哇！全場黃色。好似預咗贏你，預咗正你咁啊！地帶日立台呢度。太陽仲有機會爭聯賽添㗎，而家聯賽都係入埋決賽，今年大豐收啊！法雷素我迪古斯教練，
佢追啲最有 passion 嘅教練，我覺得佢。3腳決賽嚟嘅都後嚟最真係有機會捧走今日嘅賽杯。Low nation low line。唔知啊，港島都有先。港島3隊都贏呢個南方4-1決賽，柏維素爾對港島3字，將會喺東京國立競技場爭奪呢個聯賽杯冠軍嘅殊榮嘅。歴史に残しましょうよ。舞台整ったね。相手どこですか。ぶっ倒すしかないっしょ。決賽對實力仲強勁嘅港島3戰，但係而家柏維素爾破足啊，咩事都可能發生。我希望柏維素爾對手可以攞冠軍。一粒台，刻意地帶。希望大家有機會一定要過嚟克雷蘇耶球場，刻意地帶呢度感受下克雷蘇耶氣氛。